好涼爽啊！今日嚟到呢個江沙嘅斗武宮啊，呢個斗武宮係第一擺嚟啊，帶你行一圈先。今日仲早啊，所以未有咁多人。有立德宮，啱啱拍完個訪問，就係訪問呢個黃心強老師啊。咁咧，佢就呢10年咧都將呢個九皇嘅文化就係傳承到去中國去嘅，足足用開10年嘅時間啦，大概啦。所以係真係勞苦功高啊！點講咧？就係你諗下，以前從反清復明嘅時代咧，就俾遺忘或者抹殺咗嘅一種文化，就開始響中國冇啦，就係傳到海外，台灣啊、泰國啊、新加坡、馬來西亞啲咁嘅地方啦。都而家咧就係中國覺得呢個文化係好重要嘅，要開放，要吸收翻去，就係將我哋呢度以前出開海外下南洋或者中國周邊呢個家就傳翻嚟，而家傳翻嚟，所以就係我哋呢度馬來西亞嘅九皇爺、九皇爺誕、九皇大帝，所有嘅嘢咧就係有咩嘢傳承翻去嗰度嘅啊，俾我哋知道咧，我哋以前嘅中國人嘅文化、中國人嘅信仰習俗係點樣樣嘅啊。江沙斗武宮。咁呢度就比較係鄉村啲啦。咁啊，聽講呢度有個理事總務啦，佢就同我講，江沙呢度佢話華人都唔係多，佢話差唔多係得個10%咁樣啦。扣除曬其他啲華人，其他唔同宗教嘅，所以話係得返幾巴先會有人嚟呢度啩。所以係如果大家需要行下、旅遊下，去邊度揾下地方聊下食下嘢都可以到嚟江沙呢個斗武宮拜呢個九皇誕㗎 ，OK 㗎。嗱，俾你睇下呢度係點樣樣咧？江沙斗武宮九皇大帝。